前民航局長沈啟8月份接任非安會主委，遭到立委質疑身份不適格，因為沈啟喺民航局長任內發生澎湖復興空難，調查報告要12月先至會出爐，可能會有球員兼裁判嘅疑慮。沈啟表示願意辭職，行政院長毛治國得知之後，亦都立即將佢免職。民航局前局長沈啟今年1月先至退休，但係8月又出任非安會主委，遭到立委質疑身份不適格。估唔到沈啟自爆呢一份人事案，自己根本就冇俾行政院徵詢過就被指派，亦都願意辭去主委一職。舊年7月，沈啟喺民航局長任內發生澎湖復興空難。調查報告仲未出嚟，立委認為沈啟嘅身份恐怕會變成沈主委調查沈局長，有球員兼裁判嘅嫌疑，令到調查報告會失真。沈啟喺立法院表態願意請辭，行政院長毛治國得知之後，亦都隨即通知人事行政總署將佢免職。而航法會表示，沈啟曾任觀光局長，雖然高考及格，行政資歷完備，但係並非飛航專業人才，同埋歷任非安會主委背景大不相同。行政院未徵詢沈啟就直接任命，而導致沈啟捱鬧不適任火速落台，亦都凸顯行政院喺做人事任命嘅時候，尤其針對獨立超然嘅非安調查單位，仍然需要周詳思考。